殯葬業咧有一個好少被提及嘅本質，佢處理嘅其實唔只係死亡，而係一個生命嘅完整性。佢哋所處嘅環境啊，能量係非常咁特殊嘅。佢係一種絕對嘅寧靜、寂靜同埋強烈嘅情感留影。當一個人啊離開嗰陣，佢大嘅牽掛、未了嘅心願、突然間中斷嘅情感，呢啲難道會即刻消逝嘅咩？殯葬師啊嘅工作環境呢，就充滿住咁樣嘅一種迴響同埋寓意嘅。呢個行業啊，真正嘅專業呢，唔係喺技術上面，而係喺心嘅修為。佢哋或者比常人呢更清楚生命嘅重量，亦因此更懂得日常生活嘅一個珍貴。呢份理解如果消化得好啊，會令人嘅心變得更加寬敞。佢同病氣嘅一個衰敗、血光殺氣、爆裂係唔同嘅，係彌漫嘅一種執念嘅殘留。前者係生命消散之後遺留落嚟嘅絕對靜止同埋虛無嘅能量場，佢本身咧並唔傷人嘅。但如果心智不堅、陽氣不足者咧，長期喺沉潤其中，容易感受到一啲虛無、消沉，失去對生活嘅熱情。後者呢，即係亡者未了嘅牽掛，佢大嘅遺憾或者強烈嘅一個情緒，喺瞬間凝固成一個信息圍牆。呢種能量啊，極具針對性，亦容易係咁附住喺度嘅。